所以你现在没穿上衣吗？今天现在很冷，我现在当然是有穿的。你也是不用回答啦，我就随便问。如果你有看我周表后，我每周周表几乎长差不多5、6就是固定打牌啊，礼拜天休息可能会突发，然后1、2、3、4直播，就这样而已。对啊，我是打10卡的。所以那个周表上写打牌的日子，就是大家可以去冲塔的日子啊。对，没错，欢迎。我常去的店家我都会打在我的文上，大家想知道我长什么样子，欢迎来。因为其实我的声线非常明显，我只要一讲话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谁。我之前我有个朋友，他有带一个新人，就是他自己的朋友，就是带入坑玩，然后他有贴我的影片给他看。有一次我去店里的时候，他那个朋友也有跟着来，我一讲话之后，他就转过头来看我一下，之后呢，我就看了他一下说：“你有认错是谁吗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我其实真的不在意，这就是暴露身份这件事情，我其实是无所谓的。那至于为什么没有想直接开视讯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很麻烦。你开个视讯，你就不能做一些什么平常不能在镜头前面做的事情，例如说你就不小心挖一下鼻孔啊之类的这种东西，或是抓个痒啊之类的，或是你可能夏天的时候你就上衣就没穿这种之类的，所以就很麻烦啊，就真的很麻烦，真的。